继续来看这个云林县的警方扩大临检甲路检的勤务。县长张立善嘛协同着各单位到好尾来勉励着敌情的环境，而且做伙到 KTV 来巡视，要来结合着全体警察的力量，让民众恢复对治安的信心。 为着避免一直发生暴力案件，云林县长张立善除了15号大动作召开记者会，宣示无要吞论暴力行为。17号暗时嘛，对后尾分局到镇内有名 KTV， 搁有交通路口进行临检，绝对拒绝暴力，暴力零容忍，我们要展现这样的一个决心。 最近云林拿来好尾，搁有西螺顶乡镇连续发生几件暴力相拍案件，造成社会人心惊惶。云林警方是扩大临检，搁有路检等等的勤务。这几天所发生的案件，嘛已经将相关人员拢掠到案。警方嘛加强检查，统计超过90班次的巡检、临检，搁有路检。 那同时呢，这几天他们真的非常辛苦哦，每天晚上超过90个班次的这样的一个巡逻。期待透过结合警察的力量来扫除地区治安的乱源，让民众会当安心生活，恢复对治安的信心。